下面有高天賜議員發言。多謝主席。我今日發言嘅主題係市民對2026年施政方針的期望。首先，藉此第8屆立法會第1會期嘅第一次全體會議之際，請允許我們向主席表達祝願，祝閣下在此責任重大嘅職位上取得圓滿成功，相信你定能為澳為民擔此大任。2026財政年度施政方針即將公布，市民抱有較高嘅期望，希望能夠推出有效政策，平衡居民外出消費同埋本地消費。青年人及中年人中，好多人失業多年或長期從事兼職工作，他們希望有政策可以創造更多的全職工作，減少長期兼職的情況。同時希望減少非本地勞工嘅數目，尤其係管理層及其他明顯可以由本地人從事嘅經濟活動中嘅外勞數目。長者則希望派發電子消費卡，減輕高昂嘅生活負擔，尤其係緩解生活必需品越來越貴嘅情況。事實證明，消費卡能夠有效幫助中小企，有力刺激本地消費。他們還希望引入政策，建設高質公共院舍，同時縮短等待有關部門審批入住院舍嘅輪候時間。許多院舍嘅輪候時間超過2年，有長者未能等到入住就已離世。目前由於缺乏有效嘅政策，中小企經營舉步維艱，故有必要推出利息補貼嘅支援政策，即由當局承擔融資成本，補貼部分或全部利息，而非由銀行協商和收取利息。應對現行職業稅及補充稅法例進行現代化，允許對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及非牟利社團，尤其係未有收取政府財政資助嘅機構所作出嘅金錢贈與進行稅務扣減。為提升本地市場與鄰近地區嘅競爭力，公共行政改革應着眼於減少企業和銀行賬戶開設嘅官僚程序，同時還應推出公共政策，鼓勵業界主動與因樓價急跌而成為負資產嘅居民重新協商債務。樓價急跌不僅導致負債家庭數目增加，亦持續影響投資和消費者嘅信心。因此喺2026年度施政方針中，應推出穩定房地產市場嘅政策，尤其係將置業首期嘅金額下調至20%。現時澳門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成交尺價下跌，未見剎停嘅跡象。政府有責任落實公平嘅措施，以穩定同埋平衡房地產市場，並應考慮引入取得或者融資租賃自住房屋嘅4厘貸款補貼制度。政府應檢討同埋盡快統一各類稅項，確立低稅率體系，下調公證費用、公證書費用、印花稅同埋其他同購買不動產相關嘅稅項，以減少居民在取得不動產時嘅財政負擔，同埋鼓勵其置換房屋，藉此穩定市場信心。參考香港特區，其規定了創投制度和其他商業投資選項，當中設有相當可觀嘅最低金額。澳門特區應提升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引入投資移民政策，將居留權賦予持有最少3000萬資產嘅人士，當中1500萬須為商鋪、寫字樓或者工廈，而另外1500萬為住宅。上述嘅措施可用作吸引具資產淨值同埋有能力聘用更多本地員工嘅企業，並為房地產市場注入動能，吸引國內外投資者進入可預測嘅安全營商環境，並附有稅務優惠、優質基建、人才資源同埋具有效率同埋去官僚主義嘅行政程序。